標籤助手。喺商品銷售嗰陣，好多商家會喺商品上貼標籤，用嚟標示商品名、分類、價錢等資料，仲可以印二維碼或者條碼，方便線下銷售嗰陣識別商品。選擇商品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標籤助手，點擊頁籤選擇商品，根據商品編號或者商品名揾要印標籤嘅貨，剔選目標商品，點擊目標商品右邊嘅設定，選擇要印標籤嘅商品序號，可以用系統編號、自定編號、設定編號範圍。編輯完成後點擊確定，見到設定按鈕變綠色就完成。標籤助手，通過標籤助手，我們可以編輯標籤列印設定。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標籤助手，點擊頁籤標籤助手，點擊子頁籤商品標籤開始編輯設定。尺寸，標籤長度闊度，標籤內容，要顯示喺標籤嘅內容，揀嘅內容會好似下面預覽圖咁顯示。內容順序可以通過按住拖曳圖標進行調整。編碼選項，編碼會好似下面預覽圖咁顯示。編碼類型，二維碼或者條形碼顯示樣式，參考下面預覽圖。字體大小，顯示邊框，有邊框標籤，冇框標籤，標籤語言，繁體中文標籤，英文標籤。編輯完點擊預覽睇效果。打印商品，點擊預覽右上角的圖標，點擊打印圖標進入打印頁面。